1、2、3，嚟啊！OK， 好，生意興隆，咁啊，繼續進步，做得更加好。OK。如果你都有裝修同設計嘅需要，可以電話或者 WhatsApp 去56111884，或者撳入影片下邊嘅連結，就會有裝修顧問同你跟進聯絡。鍾意我哋嘅 channel，可以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。